根据印度日报的报道，该报的研究小组分析了中国空军在喀什机场的卫星图像，发现在过去的8个月中，中国空军在地下基地装有核弹头。该消息表明，该设施在中印部队在拉达克边界发生冲突前几个月就开始运作。据印度日报报道，核设施工作被认为是中国对印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的一部分，包括在喀什机场的中国空军基地部署 H-6轰炸机。信息显示，喀什机场离印度东部城市拉达克的达利特勒巴克空军基地490公里，并提醒注意一个事实，即地下核弹头设施所在的机场用于民航业，而不是用于军事目的。观察家认为，地下核设施是对喀什人民的潜在威胁。据报道，由于客户的抱怨和东突厥3日益增长的强迫劳动，英国著名的衬衫制造商乔尔斯特利斯已取消了与中国棉花供应商的贸易协议。乔尔斯特利斯是因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而在中国减产的数十家国际公司之一。该公司的创始人尼克威勒表示，该公司响应客户的要求，并自去年7月起终止了与东突厥3棉花供应商的贸易协议。据了解，乔尔斯特利斯已收到许多客户的来信，称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衣服在中国生产，而且中国政权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不满意。此外，尼克威勒表示，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减少中国成衣生产的同时，还考虑到该国的制造业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欧洲议会因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机而受到批评，因为该公司被认为在压制维吾尔人方面起着作用。根据德国经济周报1月3日的报道，欧盟于2020年5月向法国公共服务公司威利亚支付了35万欧元，委托威利亚布鲁塞尔分公司订购海康威视热像仪。而中国科技公司海康威视因涉嫌中国政府监控维吾尔人而受到批评。布鲁塞尔的子公司从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热像仪，并将其移交给欧盟，但是现在已经发现这些摄像机是海康威视的产品。海康威视一直在监控维吾尔人和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方面发挥了作用，并受到立法者的广泛批评。该报告引用了欧盟主席戴维·萨苏里给国会议员斯文汉的一封信，后者要求萨苏里立即退还该设备，并用与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无关的其他设备代替。观察人士说，欧盟可能会做出与美国类似的决定，并对该公司施加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通过8款中国应用程序进行交易活动，其中包括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以及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特朗普在该行政命令中表示，美国必须对那些开发或控制中国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人采取积极行动，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除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平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针对扫描全能王、QQ 钱包、茄子快传、腾讯 QQ、VMate 和 VPS Office 的开发或控制者及其子公司。该行政命令将在特朗普卸任后45天内生效。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武力打压外国企业的霸凌、霸道、霸权行为的又一例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下午直接闯入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事件酿成暴力，冲击者与警方发生冲突，目前至少已造成4人死亡。昨天，特朗普支持者强行闯入象征美国民主的国会大厦，试图推翻大选结果，震惊全球。数以百计的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外围，突破大门与保安，冲入国会建筑中，并一度抵达参议员的楼层以及众议院议长的办公室。都会警察部称，混乱中一名女性平民在国会大楼内被警方开枪击中，之后宣告死亡。至目前为止，已有超过52人被捕。
示威者闯入国会后，会议被迫暂停，主持大会的副总统彭斯以及一众人员皆撤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命令向国会部署国民警卫队。